楊受成旗下嘅英皇娛樂早前舉辦咗25家群星演唱會，召集咗旗下所有最知名、最有人氣嘅歌手，連續2晚上台演出，上演咗一出年度嘅拼盤演出。呢場演唱會係英皇娛樂成立25週年嘅紀念活動，亦都係楊受成近年來喺娛樂板塊最大手筆嘅一次投入。演唱會喺香港嘅大型場館舉行，連續2個晚上，台上眾星雲集，熱歌熱舞，從謝霆鋒、容祖兒、Twins 到古巨基、張敬軒，幾乎將英皇旗下能叫得出名嘅歌手全部拉咗出嚟。2個晚上嘅演出陣容幾乎冇重複，目的就係讓買票嘅觀眾覺得物超所值。整場演出嘅製作規格好高，舞台設計、燈光音響、舞蹈編排都係頂級配置，到場觀眾嘅反饋亦都好熱烈。2晚嘅門票全部售罄，場館內座無虛席。對於楊受成嚟講，呢場演唱會唔單止係一個商業項目，更加係英皇娛樂25年來積累嘅藝人資源同品牌影響力嘅一次集中展示。佢需要呢場活動辦得靚仔，辦得有聲量，讓外界睇到英皇依然係香港娛樂圈唔可忽視嘅力量。台上眾星雲集，熱歌熱舞，台下亦都大排雲集。唔單止有大批明星前往捧場，楊受成更加係利用喺政商界嘅人脈關係，邀請咗一眾政商名人嚟捧場。實際上到場嘅名人遠比早前被媒體曝光嘅要多得多。除咗霍英東家族嘅霍震霆、霍震寰兄弟前往之外，原來李嘉誠夫婦甚至劉鑾雄都在場。喺演唱會開始之前，香港多家媒體已經提前曝光咗部分出席嘉賓嘅名單，其中包括霍英東家族嘅霍震霆同霍震寰。呢2位係霍英東嘅仔，喺香港政商界都有好高嘅地位。但實際到場嘅政商名人遠遠唔止呢啲。根據現場流出嘅照片同後續嘅媒體報道確認，恒基兆業嘅李嘉誠帶住妻子徐子淇一同出席。而最讓外界感到意外嘅係，已經多年唔喺公開場合露面嘅劉鑾雄亦都出現在咗演唱會現場。劉鑾雄今年已經74歲，自從幾年前大病一場之後，佢就基本退出咗公眾視野，好少出席任何公開活動，出行亦都變得非常低調，每次出門都需要帶上大量隨行人員，安保級別亦都好高。所以當佢出現在英皇演唱會嘅消息傳開之後，立刻喺香港社交圈引發咗大量討論，好多人都喺度問楊受成到底用咗咩辦法，先可以將呢位深居簡出嘅富豪請咗出嚟。楊受成好重視呢一場英皇25週年群星演唱會，雖然只係以英皇娛樂嘅名義舉辦，但係規模堪比集團大慶，所以喺最後一場嘅時候，楊受成邀請咗一眾政商名人前往觀看，除咗自己全程陪同之外，喺演唱會嘅後台，佢仲逐一親自接待，並且一一握手致謝。一眾香港政商界名人匯聚喺娛樂場嘅後台，呢個場面仲真係頗為罕見。要知道，平時呢啲政商大佬們各自有各自嘅圈子同日程，好少會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娛樂活動嘅後台。更加唔使講，仲能讓楊受成一個一個親自接待啦。但呢次唔一樣，楊受成將呢場演唱會當成咗自己喺政商界嘅一次集中亮相，佢需要讓所有到場嘅嘉賓都感受到被重視。喺演唱會嘅最後一場，亦就係第2個晚上，楊受成親自喺後台等候，每一位政商嘉賓到達之後，佢都會上前迎接、握手、寒暄、合影，一個都唔落下。後台嘅場面一度非常熱鬧，呢啲平時喺各自領域呼風喚雨嘅人物，喺呢個娛樂活動嘅後台聚喺咗一起，互相打招呼、聊天，成個氛圍既正式又輕鬆。在場就睇到咗李兆基嘅細仔李嘉誠，當晚佢仲帶上咗徐子淇。李嘉誠係香港4大家族之一，李兆基嘅細仔，目前係恒基兆業地產嘅核心管理層之一。喺家族企業中負責大量嘅對外事務。李嘉誠一身湛藍色嘅休閒裝扮，上身係藍色嘅飛行夾克，下身係藍色褲子，成個人嘅穿着風格偏年輕化，同佢一貫嘅低調但不失品味嘅形象一致。
徐子淇頂住一頭金髮，將頭髮紮成咗馬尾辮，身穿灰米白色外套，下身係白色闊腿褲喺旁作陪。徐子淇嘅穿着一向以簡約大方為主，呢次亦都唔例外。灰米白色嘅外套搭配白色闊腿褲，整體色調柔和，同李嘉誠嘅藍色係形成咗一個比較協調嘅搭配。兩人喺現場嘅互動亦都好自然。徐子淇一直陪喺李嘉誠身邊，喺佢同其他人交談時安靜咁企喺一旁，偶爾亦都會加入對話，表現得非常得體。從兩人嘅狀態嚟睇，佢哋喺呢種場合已經非常熟練啦，唔需要任何刻意嘅表演，就係自然咁以恒基兆業當家人嘅身份出席活動。楊受成顯然好感謝李嘉誠夫婦到場，見面嘅時候唔單止係寒暄，仲熱情咁用雙手握住對方。雖然兩人係叔侄關係，不過楊受成如今對呢位後輩唔敢輕視，畢竟李嘉誠如今係恒基兆業嘅話事人之一。楊受成同李嘉誠之間確實有親屬關係。楊受成嘅父親楊超成同李兆基係多年好友，兩家嘅關係一直好近，所以按輩分嚟講，楊受成係李嘉誠嘅長輩。但喺商界，輩分從來都唔係決定地位嘅因素。李嘉誠如今掌管住恒基兆業咁樣一個市值數千億嘅商業帝國，佢喺香港政商界嘅份量遠遠超過楊受成喺娛樂圈嘅影響力。所以楊受成對李嘉誠嘅態度非常尊重，見面時唔單止係簡單握手，而係雙手握住，呢個動作本身就說明咗佢對呢位後輩嘅重視程度。李嘉誠同徐子淇如今就係恒基兆業嘅對外嘅窗口與門面，任何社交方面嘅活動，基本上都係由夫妻倆負責，形成夫唱婦隨嘅場面。恒基兆業近年來喺李嘉誠嘅主導下持續發展，而徐子淇則負責大量嘅慈善同社交活動。兩人喺外界嘅形象非常統一，就係恒基兆業最核心嘅代表。李嘉誠如今基本上出席大小活動都會帶住徐子淇，而徐子淇亦都係以李家女主人嘅身份示人，顯得更從容，亦都更自信。此次出席英皇活動就剛好展現出咗呢一幕。徐子淇喺香港上流社會嘅地位已經非常穩固，佢唔單止係李嘉誠嘅妻子，更加係4個仔女嘅母親，同時仲長期活躍喺慈善領域，喺各種公開場合都能睇到佢嘅身影。佢喺呢次演唱會上嘅表現亦都好自然，冇刻意搶風頭，但亦都唔會令人忽略佢嘅存在。呢種分寸感係多年社交訓練嘅結果。相比起李嘉誠夫婦，最讓人意外嘅係，原來深居簡出多年已經74歲嘅劉鑾雄亦都在場。劉鑾雄自從大病治癒之後，就一直會避開人多嘅場合。佢出行一趟亦都比較麻煩，要帶嘅人比較多。不過佢仲係嚟捧場老友旗下集團嘅演唱會。劉鑾雄嘅健康狀況一直係外界關注嘅焦點。幾年前佢曾經因為腎臟問題住院接受咗換腎手術，之後又經歷咗一系列嘅併發症，身體一度非常虛弱。喺呢之後，佢就大幅減少咗公開露面嘅次數，大部分時間都喺屋企度休養。偶爾出席一啲私人性質嘅聚會，但似演唱會呢種大型公開活動，佢已經好耐冇參加過啦。劉鑾雄呢一次冇着睡衣睡褲出街，仲着咗西裝，唔算正式，冇着襯衣紮領帶，但對劉鑾雄嚟講已經算係好正式啦。熟悉劉鑾雄嘅人都知道，佢喺私人場合經常着得非常隨意，甚至有過着住睡衣睡褲出現在公開場合嘅記錄。呢個亦都係佢多年來俾外界留下嘅一個固定印象。但呢次佢着咗西裝外套，雖然冇搭配襯衣同領帶，但對於劉鑾雄嚟講，呢個已經係佢能拿出嘅最高規格嘅着裝啦。劉鑾雄坐喺專屬 VIP 席位，冇去後台，睇落去佢氣色好好，相比之前肥咗唔少。楊受成專程去陪同佢，兩人仲親密合照。從現場流出嘅照片嚟睇，劉鑾雄嘅面部比之前圓潤咗好多，成個人嘅狀態比幾年前好咗唔少。呢個亦都讓好多關心佢健康嘅人鬆咗一口氣。楊受成專門行到 VIP 席位去陪劉鑾雄，兩人企喺一起拍咗合影。
劉鑾雄一手摟住楊受成，一手握住楊受成嘅手，可見兩人私交甚篤。呢個摟肩握手嘅動作唔係擺拍，而係兩人真實關係嘅反映，說明佢哋之間嘅交情確實非常深。楊受成能夠將劉鑾雄請嚟，說明兩人嘅交情非一般。事實上，兩人相識多年，曾經係鋤大地嘅成員。劉鑾雄當年認識許姓商人，仲係因為楊受成嘅關係。所謂鋤大地係香港富豪圈中一個長期存在嘅牌局，成員都係香港最頂級嘅商人同名流。楊受成同劉鑾雄都係呢個牌局嘅常客，兩人喺牌桌上認識，之後發展成咗多年嘅朋友。劉鑾雄當年進入某啲商業圈子，確實係通過楊受成嘅介紹同牽線。兩人喺商業上亦都有過多次合作。兩人呢啲年交集嘅機會唔多，主要仲係劉鑾雄深居簡出啦。但係一啲私人場合，劉鑾雄都會俾面出席，包括2025年楊受成夫婦紅寶石婚晚宴，劉鑾雄當時拖家帶口出席。嗰次晚宴係楊受成同妻子慶祝結婚40週年嘅活動，劉鑾雄唔單止自己去啦，仲帶上咗妻子甘比同仔女們。呢個喺當時就已經讓外界睇到咗兩人關係嘅深度。此次嚟睇演唱會，佢應該亦都唔係獨自前往，只不過家人冇露面罷啦。從 VIP 席位嘅安排嚟睇，劉鑾雄身邊應該有隨行人員，只係呢啲人冇出現在公開鏡頭中。回頭嚟講，楊受成到底係喺香港政商界打滾多年嘅商人。雖然近年有各種唔利於佢企業發展嘅傳聞此起彼伏，但係要辦起活動嘅時候，該有嘅體面以及面子，嗰個係一分唔少。近年來，英皇集團確實面臨唔少挑戰，娛樂市場嘅變化、電影業務嘅虧損，各種負面傳聞，都讓外界對楊受成嘅商業能力產生咗質疑。但喺人脈同社交呢一塊，楊受成嘅實力依然係頂級嘅。其實能夠將霍家，包括霍震霆、霍震寰以及霍啟山都請到，又能叫上李嘉誠夫婦，連劉鑾雄亦都喺，仲有勞力士大中華區嘅 CEO， 呢個排場，呢個面子該有嘅都有啦。果然係盛大嘅25週年慶典，霍家三代同時到場，李嘉誠夫婦聯袂出席，劉鑾雄破例現身。再加上勞力士大中華區 CEO 咁樣嘅跨國企業高管，呢個嘉賓名單放喺任何一個香港嘅商業活動中都係頂級配置。楊受成用呢場演唱會證明咗一件事，唔管外界點睇佢嘅生意，佢喺香港上流社會嘅人脈同號召力依然係無可替代嘅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。感謝大家嘅支持。